今日嚟咗機場接機啊，接一團馬拉啲兄弟朋友過嚟玩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勁多人。咁我喺峴港咧，其實真係有正規嘅旅遊地接社嘅。咁啊，大家咧如果有啲旅遊公司嘅朋友咧，日後開放咗正規團咧，其實都可以揾個公司去合作，做一啲地接旅遊嘅服務嘅。咁啊，睇翻我哋嘅翻譯啦。Hello， 雅淵 ，Hello。香港導遊。對，香港導遊，這是我們公司的雅淵小姐姐。嗱，呢一團就係今日我哋嘅團啦 ，Mr. Kian。Mr. King to Dalan。Hello。哇，你好。Hello， 各位老闆你好。我啊，看你還是看電話？看手機。OK， 1、2、3，導遊美不美？美。我哋嚟玩咧，肯定安排翻部豪華 VIP 車啦。峴港最大優勢咧就去邊度都係10零分鐘，機場就喺市中心，整翻餐網紅越南餐，跟住嗱聲咧，我哋翻酒店去感受一下世界10大沙灘之一嘅美溪沙灘。咁我哋安排酒店咧就喺沙灘對面啦，但係大家一定要小心啊，因為越南咧係人讓車啊，唔係車讓人啊。幫手點個關注下，了解更多越南峴港嘅旅遊資訊。